一直以嚟，除咗好似黎雄呢一類嘅目擊證詞，同埋中央電視台播放過嘅清場片段，喺影像上，天安門廣場呢一段嘅清場歷史咧，可以講係一片空白。不過，我哋幾經艱苦，最近就揾到一段香港未播過嘅片段。咁原來有一隊嘅西方電視台攝影隊喺匿埋喺廣場入邊，同啲學生一齊。佢哋咧係一隊西班牙嘅攝影隊嚟㗎。當長安街發生軍民衝突嘅時候，佢哋並唔喺現場。咁後嚟長安街封路之後，佢哋就喺國內司機嘅帶領之下，穿過好多北京嘅小胡同。咁最後呢，就經過東交民巷呢一度，翻去人民英雄紀念碑。時間係凌晨嘅2點幾。好嘞，走。咁我哋唔會嘅。西班牙電視台嘅攝製隊喺穿越呢啲北京大大小小胡同之後，終於就嚟到天安門廣場。非暴力的和平的反抗方式。喺呢度，佢哋影到參加絕食嘅劉曉波，為咗表示要非暴力，想將一支收藏喺學生裏面嘅槍打爛。凌晨4點，廣場燈光全部熄滅，解放軍開始進駐廣場。全體市民和全體同學，不要再燒垃圾，不要再燒垃圾，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。20分鐘之後，廣場再次開燈。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現在清場，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籲，請同學們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。戒嚴部隊指揮部6月4日。同學們，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現在清場，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籲，請同學們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。戒嚴部隊指揮部6月4日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纪行。1. 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，听到广播后守的安全。请大家注意，我是公安监局之一的高鑫，在这里我们立即将在上的班长。喺好短嘅時間之內，解放軍成功進駐人民英雄紀念碑，學生開始撤退。呢個時候，大約係凌晨4點45分。不要这样，同学。同学，别这样。不要这样。走了。我爱挣钱的。挣钱的。打不容易是吗？胜利还是我们的，会回来的。我们会回来的。对，今天可以回家了。
一点儿信都没有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天后老人间皇帝，廣場上面嘅學生同埋攝影隊係喺廣場東南面離開㗎，經過前門向西面進發。大部分嘅學生都係想翻去北京市西北面嘅大學區。咁當一切似乎趨於平靜嘅時候，撤退嘅學生又喺六步口呢一度遇上軍隊，攝影隊就拍到當時嘅情況。由廣場撤退嘅學生沿途受到市民嘅歡呼。有人仲送一啲鞋俾佢哋換。朝早7點，西班牙攝製隊到達六步口。喺呢度，撤退嘅學生隊伍再次遇到軍隊槍擊。當時佢哋懷疑係遇到軍隊嘅一次軍事調動，所以見到大量軍車。個學生就霸咗半邊長安街向海淀區西北邊嗰邊行，咁前面有3個坦克衝緊過嚟，咁啊後尾衝散咗啲人群咯，咁亦都向人頭頂開咗少少槍，咁嗰啲其實好似係煙霧彈咯，我咁即係啲即係比較刺激性嘅嘢咯。對吧？呼吸。对吧？呼吸，全用真槍，全用真槍打，全用真槍，真是全用真槍打。又来了，你说回来让他两三开。西班牙嘅攝製隊離開咗六步口之後，就喺群眾嘅保護之下揾到一部車，離開咗學生嘅隊伍。呢一段片段呢，或者就可以彌補一下6月4號凌晨由4點到7點鐘期間嘅一段歷史空白。咁至於整個北京城，以至到整個八九民運，又究竟發生過咩事呢？相信歷史自有公論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更加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再見。